今次同大家去蓮香飲早茶，重溫下百年嘅蓮香，1920年代嘅蓮香大茶樓，當時嘅全體股東同司理合照。上下九嘅蓮香樓啊，呢間仲有茶飲嘅。當日廣州總店派出師傅前嚟香港擔任高層執事，咁就成就咗今日嘅蓮香樓。今日就各自經營，互不從屬，都係喺上環，就喺德輔道中，喺鬧市中嘅蓮香。百年老字號。今日上去2樓飲早茶，裝飾係走華麗路線，少咗老店嘅茶居味。到你叫鐘嘅。睇報紙嘆早茶，老一派嘅生活節奏。今朝上嚟嘆1盅2件。見翻茶博士，老友嚟㗎，保留翻推車仔叫賣嘅文化。又可以點心區自己攞嘢食。係一籠蝦餃。叉燒包啊，賣晒啊！雞包仔啊，雞包仔。咁就攞咗蝦餃、雞加雞包仔。中點、頂點、頂點啊，蝦餃啊，蝦餃都幾鮮味嘅。華麗嘅新裝修，冷氣就有啲唔夠啊，都唔知點解。金碧輝煌個龍珠，大家中意我哋介紹，請多啲互動，訂閱比例。呢餐1盅2件，埋單99。搬新店啊，好有人氣啊！大家睇下等位嘅人龍。好啦，就喺人龍旁邊同大家講拜拜。出門口1分鐘，即係上環地鐵 B 出口。